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2号，公元2018年11月9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安多阿坝再次发生自焚事件；联合国对中国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前夕，民间团体希望中国承担责任。2018年日内瓦人权论坛结束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弈迫在眉睫。联合国会员国在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中呼吁不受限制地进入西藏。各国民间代表在日内瓦谴责中国人权状况。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日11月4号，西藏安多阿坝一名藏人青年抗议中国当局而举行自焚。据悉，自焚者在现场舍身弃世。据达兰萨拉噶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联络小组发布的消息，11月4号，一名叫多博的藏人青年在西藏安多阿坝县境内高呼达赖喇嘛尊者长寿，祈愿尊者早日返回西藏等口号举行自焚。由于烧伤严重，自焚者在现场舍身弃世。据悉，自焚藏人多博23岁，为阿坝州阿坝县丘吉玛乡冲下玛村人，父亲称觉多，母亲叫赤列吉。由于中共当局严格限制通讯，目前无法获悉自焚者遗体是否落入当局手中，以及其家属的处境等更多情况。自2009年开始，截至今天，西藏境内已有153名同胞自焚，其中131名已离世。此次自焚事件是2018年第2起，也是西藏安多阿坝境内的第41起自焚事件。上周五11月2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与驻日内瓦办事处在瑞士日内瓦联合举办了一场以2018年日内瓦人权论坛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为主题的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人权活动人士被邀请谈论西藏、新疆、内蒙古和香港的人权状况。此次会议讨论了联合国人权机构在中国经济实力的作用下，追究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责任的挑战和解决办法。瑞士国民议会议员丽莎·马佐恩女士是本次论坛的特邀嘉宾。议员丽莎·马佐恩对瑞士成为欧洲流亡藏人最多的国家表示关切，但强调瑞士政府与中国签署了一项贸易协定，没有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丽莎·马佐恩女士还承诺向藏人民众给予全力支持，并为改善西藏和中国的人权而努力。与会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在当天的论坛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联合国、在欧洲，事实上在世界各地，要么我们会改变它，要么它会改变你。来自各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民间社会团体、人权组织，如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也出席了会议。另外，在当天的会议上，主办方邀请了西藏知名电影制片人、活动家和原政治犯果洛景美作为人权捍卫者，发表了证人证词，讲述他在中国监狱中遭受的非人道折磨。果洛景美在演讲时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在普遍定期审议中严格审查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他表示，请各国代表严格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如果联合国这次无法让中国承担责任，那就意味着全世界向中国妥协。此外，在当天的会议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人权活动人士在会议上就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结束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弈迫在眉睫。
当天的全体会议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如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香港的人权状况，联合国人权机构与中国接触所面临的挑战等3大主题进行了讨论。第一场会议还讨论了中国制定强有力的策略，旨在主导中国政府关键性政策上的话语权。各国政府应该推翻这些策略。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法是挑战中国政治术语，敦促各国外交官和记者访问新疆和西藏等中国统治下的敏感地区，以及呼唤国际社会警惕中国的举动。第二场会议一致同意，西藏将继续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警示案例。与此同时，西藏提供了一个让中国承担责任的机会。会议最后一致认为，鉴于联合国在履行其国际人权义务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项工作的核心要素包括联合国专家的实地调查和访问，以及人权理事会的审查中国遵守人权条约的情况。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不断崛起。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权状况在不断的下降，而中国的这些弊端面临国际社会的挑战也在逐年减少。另外，从本周一起，第3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开始对中国进行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审查中国的人权状况。11月5号至16号，第3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对中国进行了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沃伊斯拉夫苏克主持了会议。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进行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期间，共有12个会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日本、新西兰、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对西藏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注，特别是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和集会自由、监禁语言倡导者扎西文瑟、驱逐和打击藏传佛教僧尼。鉴于此，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各国外交官和联合国代表不受阻碍地进入西藏。9个会员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对中国进行的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上，共提出了12项关于西藏的建议，其中新西兰呼吁恢复藏中和谈。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在联合国对中国展开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前夕，受威胁人民协会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外组织了一场外委会议。与会的各国代表均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受威胁人民协会在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前夕，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外组织了一场题为“未实现的承诺：中国的人权、西藏和新疆的案例”的外委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自2013年中国普遍定期审议以来，西藏和新疆的局势、联合国的参与、民间社会团体在倡导中国人权方面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与会的西藏、维吾尔的代表和民间组织以及专家们强调了在中国政府统治下的权力滥用问题，并提出了确保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论坛上负责任的建议。在当天的会议上，首位发言人、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纳诺布、新闻处秘书长夏尔林达珍均对中国在西藏境内严重践踏人权，以及对各国媒体记者客观报道西藏等受压制族群的问题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中国严格限制新闻法规及信息审查制度。随后，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代表波德欧文、受威胁人民协会的汉诺施德勒和日内瓦人权事务主席阿德里安佐勒相续发言。发言者均对国际社会未能制止中国表示遗憾，
因此一致认为，普遍定期审议是一个相当强大的机制，为民间组织提供了一个平台，以测试国际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中国，并期待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提出更强有力的建议。关于中国在前2个普遍定期审议周期中从会员国收到的建议，会议希望中国在促进联合国专家对中国、西藏和新疆等进行实地调查和访问方面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帮助。观众朋友，藏人行真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